嚟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快閘嘅馬有團結戰寧、白衫白帽天下寵兒快啊，出邊呢仲有隻紅前道啦，最出紅眼罩進佔第3位，仲有精益大師啊，中間就星威心得啊，紫色衫向外邊有聲有色啦，退居第6位嘅馬仲有團結戰寧，內欄第7好運多彩，出邊藍眼罩紅帽藍衫呢仲有良區好友啊，後邊嗰4匹馬啦，勝利君子紅愛射啊，尾依金區永騰嗰隻3強啊，暫時墊後先啊，去到對面直路中尾段啦，前面放咗出嚟跑係紅前道嚟噶，響佢出邊就天下寵兒啊，第3位嘅馬有精益大師啦，內欄第4星威心得啊，有聲有色啊，第5位、第6位外邊良區好友埋邊第7呢，仲有好運多彩啊，馬林裏邊第8位團結戰寧啊，後邊嘅4匹馬淺藍衫外邊尾4掟外邊噶啦，有紅愛射，後邊3匹馬勝利君子3強包尾直路金區永騰啊，好啦，最後200零米啦，紅前道埋邊佔先嘅天下寵兒外邊逐步追緊佢啦，內欄打上嚟噶嘛，仲有隻星威心得啊，後多層仲有團結戰寧啊，最後100米到啦，埋邊星威心得喘咗上嚟贏出呢場賽事，跑第2名嘅馬呢，相當接近啊，天下寵兒喺中間，但係外邊啊好似先撻翻着，即係團結戰寧亦都衝咗上嚟，紅前道跑翻嘅第4啊。結果今場賽事咁啊，都係呢隻星威心得喘咗內欄嘅位置，咁啊喘上嚟贏啦。第2名呢，天下寵兒9號就喺中間，出邊係團結戰寧，埋邊跑第4有紅前道。變化地又幫到手啦！呢隻星威心得贏馬第2名啊，好近喎！睇下天下寵兒定團結戰寧啊，第4紅前道。因為好似真係大家幾近啊，足線。